辭咗工之後，31歲嘅 Jacob Anson 靠住 Instagram 賣 bagels， 一年生意額就做到20萬美金。Jacob 本來喺汽車零件公司做銷售，但有一日突然覺得我再都唔想返呢份工，於是辭咗職，靠送外賣頂住生活。再用幾個月時間，日日凌晨3點起身試食譜，就係為咗初出完美嘅紐約風格 bagels。2022年，佢開始喺社交平台街單，仲試過為咗頂住資金碌爆信用卡買咗架車，最後仲靠 burger 店借廚房，先有第一批客戶。慢慢口碑傳開，連 Dearborn 市長都係佢嘅常客。到2023年，仲有汽車經銷商邀請佢開設門店，Bagels 店就咁樣喺汽車展廳入邊開張。而家佢同太太一齊經營 Brazen Bagels， 年營收達20萬美金。雖然規模唔大，但佢話：我寧願保持細小又真實，因為成就感唔係開幾多分店，而係每一個 Bagels 都要完美。你又覺得創業追夢應該追求做大定係做到最好？留言話我知啦，記得 follow我，每次同你睇一個真實創業故事。